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94回，時間180年9月22日，地點封閉區域 Area DB Island 不知名島嶼。黑烏鴉盧天用鎖鏈鎖住球字，再用羽毛箭釘住鎖鏈，等球字唔需要入鐵櫃都可以喺地獄島繼續完成佢2000年嘅刑罰，亦令球字成為呢一刻地獄島上面唯一一個地獄靈魂。跟住我盧六、黑烏鴉盧天、白烏鴉盧地就利用人工智能 K Area DB Island 嘅傳送門返回人間。可惜啊，呢一度並唔係啞鈴洲嘅本島，亦唔係百草園或者千獸島，而只係一個足球場咁大嘅圓形石島。呢個島上邊並冇任何生物植物，地面只係沙地。而較早前俾地獄靈魂撞入傳送門嘅蘆葦，就帶我哋去咗呢一個島嘅最東位置。我撞咗入嚟呢一度之後，我想嘗試衝翻入傳送門，去翻地獄島幫你哋。好可惜，傳送門好快就消失咗。而另外兩道嘅傳送門，原來都只可以由地獄島入嚟，並唔可以喺呢一度入翻去。所以我就喺呢一度視察下地形，然後等你哋翻嚟。咁蘆葦，你有咩發現？呢個島乜都冇，只係喺最東邊嗰個位置有一堆石頭，以丫叉嘅形式由圓形島嶼延伸咗出去。如果由高空望落呢個島，你哋覺得呢個島嘅地形外形似唔似我畫緊嘅呢個符號啊？似啊，但係阿達，你呢個係咩符號嚟噶？呢個符號叫 Alpha， 係希臘第一個字母嚟嘅，即係阿達你先前所指嘅南斗主生，北斗主死，島之盡處向死而生嘅提示。冇錯啊！喺我哋嘅世界呢，有人會用呢7個文字去稱呼北斗7星嘅每一粒星。Eta、Zeta、Epsilon、Gamma 就對應咗百草園、千獸島、生死中途島同埋天堂嘅外形。至於 Delta 呢，就唔係島嘅外形，而係地獄靈魂頭上面所戴嘅雲鎖。而我哋而家身處嘅呢個島嘅外形呢，就同北斗7星嘅第一粒星 Alpha 一模一樣啦。而島之盡處所指嘅地方就係北極星。咁我哋嘅最終目的地呢，就喺嗰度。咁第二粒星即係呢個符號呢？呢個符號叫 Beta， 但呢度呢又好似冇乜有關 Beta 嘅線索喎。你哋試下扭一扭呢個石頭啊！白烏鴉盧地扭動 Alpha 島 R 叉位置最大嘅石頭，我哋腳下嘅沙地有微微嘅震動，然後有一個接近一個人咁高嘅金屬物件由沙下面升咗上嚟啊！呢個就係我一揾到你哋講個不知名物件啊！呢個物體由一個圓柱體支架支撐住一個金屬鐵盒，鐵盒嘅兩端用琉璃所製成，會唔會係球士嘅發明？ Beta 喺度啊！阿達，此話何解呢？呢個係望遠鏡嚟噶，鏡片同埋外形呢，真係打橫咗個 Beta。好多人呢都講過 Beta 呢係似烏蠅鏡噶。嗱，你哋將眼放喺呢個玻璃面度，玻璃啊，即係你哋嘅琉璃，不過呢透明度啊更高。但係透過呢個望遠鏡去望，同我哋就咁用肉眼去望，好似冇咩分別。呢個呢應該係好舊嘅型號，通常喺啲高樓大廈或者山頂嘅位置先見得到嘅，好似呢要入錢先可以驅動到。啊，你哋等一等先啊！喺呢個望遠鏡上邊呢，有一粒好細微嘅掣。金屬鐵盒嘅上方位置投射咗一束光，喺半空之中有一個地圖。哇！估唔到原來咁高科技啊，可以 project 一個地圖出嚟。你哋認唔認得邊度打邊度啊？呢個位置應該就係生死中途島。當係慶祝地圖投影上面生死中途島嘅位置，呢個 Beta 望遠鏡隨即轉動。大家小心，阿達口中嘅望遠鏡射出紅光。你哋唔使驚，呢種叫紅外線，唔會傷到大家嘅。係，當我放手上去阻截呢個光線，只係覺得隻手有輕微嘅熱力。望遠鏡轉動，然後前端射出紅外線嘅方向，係咪表示我哋向呢個方向進發就可以返回生死中途島呢？露露啊，我啱啱咧撳咗啞鈴洲本島嘅位置，你照住紅外線個方向飛過去咧，就可以翻到去啞鈴洲噶啦。
未揾到婷婷，未幫阿偉重返人間，我係唔會翻去嘅。阿哥，太嫲之前都講過啦，我本來已經死咗噶啦，我依家仲喺靈魂狀態。但係你而家越嚟越淺色啊，即係之前所有靈魂都喺生死中途島轉世，喺呢個島出現呢個情況，即係蘆葦好快就會消失，之後會去到邊度，可唔可以轉世呢一層，我都答你唔到。阿哥，學舅父嗰句啦，我本來已經死咗，可以再見翻你同埋舅父，我已經心滿意足噶啦。我喺生死中途島嗰個轉世作業系統嗰度，我揀咗下一世，我想做你個仔，希望我消失咗之後可以順利轉世，咁我就可以同你再相遇。只可惜啊，我哋都係冇辦法重遇舅父。太嫲、太舅公，我勞碌跪喺度求下你哋，想下辦法啊！勞碌，生死有命，冇人可以打破呢個規則，算我哋盜靈者無能為力。就算有，我哋都唔會做啦。勞碌，你起翻身啦。其實呢，我有一個方法，不過唔知成功率有幾高。阿達，係咩方法啊？當時喺生死中途島，我遇到過身嘅蘆葦，我諗勞碌你應該想要翻佢嘅屍體，咁等你翻嚟啞鈴洲嘅時候可以安葬佢啦。所以我就用左手嘅激光打散蘆葦嘅屍體，再吸落王子嗰度。阿達，多謝你，但呢個只係阿偉嘅屍體，你又點可以令佢復活呢？我喺千獸島同獨角獸激鬥嘅時候，曾經用激光將獵鷹同埋前世係元宿嘅大猩猩打散，分別用王子吸收咗佢哋之後，就將兩張王子綁埋一齊燒，之後就出現咗一隻有翼嘅猩猩。所以呢，理論上我可以先打散阿偉嘅靈魂，再用王子吸收咗佢，跟住將阿偉嘅靈魂同埋屍體王子一齊燒，從而將阿偉復活。嗱，但係一切都係我估嘅啫，唔知得唔得噶？我反對。阿達整一隻會飛嘅猩猩，已經擾亂過一次呢度嘅秩序，我唔會俾你再違反多一次。太舅公，如果你唔應承嘅話，我勞碌就長跪不起。勞碌，你仲要我提你幾多次啊？你係新一任嘅村長嚟噶。如果我連自己最親嘅人都保護唔到，我又點可以勝任做村長啊？蘆葦，你又有咩想法？我如果可以復活，可以同阿哥一齊揾翻婷婷，我願意一試。家姐，你真係俾佢一試？依家我哋都唔知蘆葦消失之後能唔能夠繼續轉世。我哋作為盜靈者，某程度上有失職。既然阿達有呢一個方法，蘆葦亦都想嘗試，我認為可以俾一個機會佢哋。既然家姐你開到口，咁我都唔加以阻攔。太嫲、太舅公，多謝你哋。阿達，事不宜遲啦。嗱，我講多次啊，一切都係我推算，唔保證一定成功噶。阿達，我相信你。好啦，勞碌啊，如果失敗咗，你唔好怪我啊。阿達，我都相信你。好，蘆葦，你俾隻左手我啦。當阿偉半透明嘅左手掂到阿達發光嘅左手嘅時候，激光由阿達嘅左手慢慢擴展到阿偉嘅身上。阿哥，一陣見。阿偉一講完，激光就將阿偉打散，阿偉慢慢化成飛灰。之後，阿達拎出一張黃紙，而黃紙就吸收晒所有嘅靈魂灰燼。呢個時候，我心中默念：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。而阿達拎住張黃紙之後，佢背住我哋望實張黃紙，冇出聲。我忍唔住問佢：阿達，唔係出現咗啲咩問題嘛？呢一層呢，我都唔知點解釋啊。嗱，總之呢，呢一張呢就係蘆葦嘅屍體王子，呢一張呢就係佢嘅靈魂王子。我將佢哋兩張紙一齊燒，之後就等佢復活，再等佢親口同你哋講啦。王子一邊燒，一邊有啲奇特嘅金光喺火焰之中散出。之後，阿偉完整嘅身體就出現喺我哋面前。我呢只可以做到呢一步啫，依家就等蘆葦開眼同埋開口。
阿偉，你覺得點啊？阿偉，盧偉佢終於開眼同開口啦。阿哥，我翻嚟啦。太好，太好啦！終於可以再攬住你啦，阿偉。阿哥啊，你唔好攬得我咁實先啦，你俾我講幾句說話先，可以嗎？唔好意思，一時太興奮。阿偉，你有咩想講啊？小天，地仔，好耐冇見啦。小天，冇人會咁叫我，除咗雖然你哋個樣同我離開嘅時候差唔多，但係感覺成熟咗好多。咁多年嚟，要你哋做導靈者，真係辛苦晒。阿達，點解阿偉咁怪嘅？係咪個過程之中出現咗啲咩問題啊？冇出現咩任何問題，只係王子會顯示盧偉之前幾世嘅身份，而佢第一世嘅身份係39年至70年，盧靈。你係阿爸？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94回 Alpha 島。阿攝飾演阿達，Kitty 飾演黑烏鴉盧天，小白飾演白烏鴉盧地，Stephen 飾演盧六，鄧天樂飾演盧偉，編劇及製作阿攝，音樂 Beat Friday，封面設計 Follow Me Like Black。